觉，这俩孩子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爸，他们俩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吃饭吧。几点了你还睡？几点了10点了。怎么了？我妈今天下葬，你也不知道提醒我。哎呦，不是，昨天闹你这么一出，晚上又给我一顿骂，我这一着急我也给忘了。哎，要不你现在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，让他拿钱过来，赶紧把这事儿私了了，把咱放出去，咱兴许还能赶得及葬礼。别惦记给我爸打电话啊，1分钱不赔，咱们又没错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他们仨甩了帮，他们仨还有理了。不是，你这行了，你也别着急了。现在就算咱出去，肯定也来不及，人家肯定都完事儿了。梅雅肯定会去，我妈会原谅我的。少南，咱就算不去参加葬礼，咱也得想办法从这儿出去啊！这个地方只能待24个小时，他待久了就直接送看守所了。那昨天那录像拍的特别清楚，那咱俩把人打得鼻青脸肿了，还有一个轻伤害3级，咱这要不把事儿私了好了，咱俩都得进去。行，进去就进去呗，反正我也是陪你进去，我无所谓，挺好的，陪你作伴儿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若楠没有来吗？昨天晚上我就给若楠打电话，她没有接，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。你来了就好。
我们先下山，让他们父女俩好好说说话。我们走吧。梅雅，当初如果我没走错这一步，你母亲就不会离开我，你和若楠也会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，有父母的呵护和爱。虽然家庭可能不会太富裕，但至少一家人很幸福。可惜呀，回不去。我只能求你母亲，求你母亲在地下原谅我了。小月，就来了。就来了。面前阴阳之隔的两个人，曾经在某种意义上都抛弃过我的那两个人。即便之前的那20多年，我不认识他们，可是如今，当他在我面前流泪时，我会为他的眼泪而痛苦，我会轻易的就原谅了他曾经所犯下的错误。这种轻易让我感到害怕。这一切，无论究竟是谁的错，我都不想再去追究了。行了，黎副总裁，进我的办公室就不要假模假式的敲了，好吧？你快看看我，像不像那么回事？像，美。哎，你夸我之前最起码看我一眼吧。哇，真的是美爆了！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？游刃有余呗。哇，这么自信。好啊，那我就看看黎副总裁能带给我什么样的 surprise。那你就等着瞧好吧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？今天是梅雅母亲下葬的日子。对呀，哎，咱不是说好要陪她一起去的吗？她怎么没跟我说呀？她跟你说了吗？早上我就给她打过电话了，可是她拒绝了我，她想自己一个人去。哥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
杜若楠喜欢你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去找过他，我当面跟他说清楚了，我告诉他，我爱的人是林美雅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你就是这么直截了当的告诉杜若楠的？直接点不好吗？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了以后，就别跟着瞎操心这些事儿，收收心，好好工作。过2天我陪美雅去国外的时候，公司的事情都要全权交给你来处理，明白吗？你还是打算和美雅一起去国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看好你，我走了。加油，哥！林美雅，你在故意疏远我。你拒绝我陪你去国外，你母亲的葬礼，你拒绝我和薇薇的陪伴，你美其名曰让我帮你照顾杜若楠。你所做的这一切，我知道是为什么，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杜若楠是成年人，她有家人，有朋友，她不需要我的照顾。我想照顾的人是你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国外，我陪你去定了。感情这件事情有让来让去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善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那是一种残忍，甚至是一种侮辱。我爱的人叫林美雅，即便有人跟她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只要这个人不是林美雅，那就不行。还是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太廉价，你可以随便的转让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小丽叔。对不起，不光是因为若楠，我确实也没有调整好我自己的内心。你对我的好，我真的很感激，但是我也有压力。你在我的心里，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我愿意。我愿意一直守护你，就算你不爱我，就算到最后你都没有接受我，我也愿意，我也觉得值得。除非有一天，有那么一个人比我更能让你幸福，除非你选择了他，否则我不会走。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，好吧？还没睡呢，睡不着。我看你这屋灯亮着，过来看看你。是不是在担心若楠啊？我已经派蒋一龙他们出去找了。爸爸担心的是你。爸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全都是好事，又接手了您的职位，又要订婚了，全都是好事啊。欧阳，
如果你要是真的不愿意，明天一早，爸爸就去徐家提出退婚请求。爸，现在的我不只是我自己，我身上还扛着整个欧氏集团。我也该长大了，不能永远的活在您的庇护下。现在正是我该为欧氏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不能有志性的胡来的。您放心，既然我选择娶徐思雨，我就会对得起她，我会好好努力去爱她，也会好好努力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幸福的。什么情况？我知道了。爸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若楠在酒吧打架，现在在派出所，我得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今天好好休息，我去聚会。若楠，大姐，有个祖宗，说嘴欠还不行吗？我不应该去找林薇啊，我让你的脸掉地上了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咱俩要是就这么进去了，那脸可不只是掉地上那么简单，那得糊墙上了，那扣都扣不下来。我跟你说，咱还是赶紧找人家私了了。咱俩才从这儿出去，对吧？从这儿出去之后，我帮着你，我帮你把脸找回来，我给你抠去，行不行？所以我求求你了，祖宗，若楠祖宗。多若楠、苏子杰，你们俩可以回去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打电话，真不是我。赶紧走吧，走。欧叔，咱们到底赔了多少钱啊？你能把嘴闭上吗？我这不是替叔叔心疼钱吗？爸还没回来，在派出所等当事人等了一晚上。你爸说他会把杜若楠直接带到会场，先吃饭。给。对不起吧，以前是我野惯了，做事情总按照自己的性子来，让你担心了。你妈的葬礼
你也没来。我一直派人找你，最后要不是我们及时报警，现在也不知道你在派出所。我要是再晚来一点儿，你们呢就关进看守所了。欧叔叔，你也别太生气，若楠她不是故意的，是那3个男的有错在先，这得亏若楠能打，这要换成别的女孩，估计早被那啥了。大家这种事儿啊，我要是知道了缘由，我也不会这么说你的。可你也不能跟警察说你没有家人啊。你要永远记住，你姓欧，你有家人，我们这一大家子都是你的坚实后盾，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不管你的，你明白吗？现在可以告诉爸爸究竟是为什么了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打了一架，除了这事儿呢？就只是打架而已。他失恋了。欧阳，我爸叫伞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好久不见了吧？来，思雨啊，这是你刘叔和你爸爸呀，是多年的好朋友啊。你刘叔叔的公司啊，主要是做商业地产，这次注资你们欧市，哎，你刘叔叔也有份儿啊。谢谢刘叔叔。谢谢刘叔叔。我和你爸是老朋友了。哎，你看他们俩，这俩孩子多般配啊！欧阳还年轻，以后可得仰仗刘叔叔多多关照啊。是啊，希望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哎，对了，你爸呢？应该快到了。好，那你们去忙吧。咱们要去哪儿吧？今天你哥哥订婚，我们直接到订婚现场。还有谁要去啊？欧阳的朋友、我的朋友，还有徐家的朋友，都会来现场的。那我还是别去了吧，就在前面停车吧。我的车停在了酒吧门口，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。若楠呐，今天你哥哥订婚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做妹妹，你要不参加不合适吧？我不喜欢那种场合，我也没有合适的衣服。小瑞呀，把衣服都给你挑好了，带到现场了。爸，我真的不想去。是不是那儿有你不想见的人呢？如果爸爸没猜错的话，你喜欢的人是黎东。上一回你跟我提起他，我就发现了。哎呀，爱情这个东西呀，是勉强不来的，勉强得来的，最终痛苦的还是你自己。所以呀，不妨啊洒脱点儿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，大
大大方方的给他祝福。如果我要是你呀，我今天呢就穿得漂漂亮亮的，闪亮登场，多给自己一些机会。优秀的男人还有很多，我相信我的女儿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归宿的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良辰行乐事，吉日结良缘。在今天这个喜庆而又美好的日子里，我们欢聚一堂，为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举行订婚仪式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的家人们，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坐上台了。同时，对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喜结良缘表示真心的祝福。喂，你好。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上台。什么？让我们上台了。我爸在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对不起，我得先走了。妈，姐，爸出车祸了，正在抢救。快走！我为什么看见他们俩，我还是会难受呢？妈，快点醒过来吧！薇娅，薇娅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在机场见吗？他怕你反悔。我不会反悔的。那我可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你们俩从国外回来喽。就你话多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看看车安排好了没有。去你的吧。你没事吧？我可看得出来，你刚哭过。你放心，欧阳订婚，我跟我哥都没去，坚决不去。不是因为他，我就是有点担心我爸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有我哥在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把林叔的病治好的。好啦，你开心点啦，抱抱。谢谢你啊，薇薇。
你就放心吧。怎么了？是怎么样？那名年轻的男性患者并无大碍，他就是骨折和擦伤。那名女性患者腹腔被异物穿透，导致胆囊破裂和部分肝脏受损。我们已经为她摘除了胆囊，目前术后情况还算稳定。那另一个呢？他情况不太乐观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！患者已经出现肉眼可看见的尿血情况，伤肾严重受损。目前我们只能为他用机械尽力维持。医生，麻烦你救救他！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吧！患者由于肾部损伤过重，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肾移植。现在我这边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到全国范围内去寻找可以匹配的肾源，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周期问题。患者目前已经重度的肾衰，仅靠器械和药物维持的话会比较危险，所以如果亲缘之间可以提供肾源的话，是最好不过的。用我的肾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我得肯定匹配。好，你带他去样血。走。小瑞，你在这守着啊啊！儿子，妈也希望你爸这次能平安无事。可是你得考虑清楚，就算你爸能用你的肾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妈，就算我爸能多活1天，我也必须要尝试一下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不匹配。首先从血型上讲，O 型的患者只能接受 O 型的供体，你是 A 型。可不可以试试我的？你是 O 型，我是 B 型。从血型上看，已经不匹配了。那杜若楠是什么血型？他是 O 型，但是他刚接受完手术，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做肾脏移植手术，术后至少恢复2到3周才可以。可是这边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。那可怎么办呀？还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李美雅。咱们快点开，没准还能追上他们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就不想再让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干扰到我。
4月，你在车里等我。不许接，刚才美雅就没接。有什么话等你们从美国回来了再说。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喂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你听我说，我爸出车祸了，2个肾严重受损，现在只能做肾移植了。我的烟格不匹配，现在唯有林美雅才能救他。你们先别进去，等我一下好吗？我想找林美雅，我有话跟她说。谢谢。美雅，走之前你先见个人，见了之后你再决定是走还是不走。哥，什么情况？美雅，美雅，美雅，爸和若楠出了车祸，若楠摘除了胆囊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但是爸的2个肾脏严重受损。医生说，现在的情况必须尽快进行肾移植手术。我本打算捐出我的肾，但是我跟他的匹配没有成功。若楠刚做完手术，还没有恢复元气，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来找你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你不愿意承认他是你的爸爸。我知道，你不愿意跟欧家有任何的瓜葛。我也知道，你这次是要带林叔去美国看病的。